前面就是深夜坊，深夜坊啊，永明兄，那深夜坊中可有一位声音上绝、名唱金花的佳人，名唤何小妞？什么？烈兄认识那小妞？非言非也。人此番进京，为的是博取功名。如今法榜在即，先生才罢，怎可趁着这生死之所，欲为民生？哎，夏卿兄此言差矣，以小弟看，这是此前功名应取，知意难拒。说得好，此故也是风流马。夜里夏卿不娶我老财，陪你去。这还说，哎。你与他只有4种成交，夜里这也是因缘，说不定就在此两小也为你。走，哎，走呀！哎呀，夜里，哎呀，快走！哎，师兄，听不得，来，哎，夜里走。
前面三位书生好不潇洒，定会边上前试一试哪个秀才有能耐。你是谁家少女？尽管四处无道，快通报姓名，好叫你爹娘管教。嗨，岂不能有来才有往？既是你先发话，就给你先报上名来。好，在下龙溪秀才李爷爷。怎么？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十郎啊？李广生真是莫名其妙啊！蔡兄，蔡兄，蔡兄，里不同风，你是故人。只是帮千千年来是情话，倒不是你半用罗情去蒙他。可你小嘴巴都翘到我头上了，好不念了，走吧，走了，走
谁呀？文山，哎，听说那西施的离着了，此番也来上问观看，谁能有缘相见，当面领教，那该有多好啊！那也不一定好，此话怎讲？你想，那李三郎究竟是位多情公子，还是个迂腐老的？你还不知道呢？迂腐老的这样，多情少女有谁呀？啥是个老的？这骗我丫的，生他是官的，啥是位多情公子嘛？怎么样？那是文佩小姐，如果是一郎君哦。切，是丫的，看你有大有为了。哎呀，小姐，小姐，进步不小姐，这下龙溪秀在李爷。那，小生明天在此，恭请小姐过目。就是李长老，方才无些小姐晚上，想见公子一面。哎呀，晚上。哎呀，小弟，你平日里想他念他亲他摸他，怎么人到了眼前，反倒不是一句话了？晚上这周末鬼鬼是吵架呀，其实说话的地方，那我不请公子为家说啊。岂不闻读书之人，功名为重，一入囚房，岂不有违他的名声啊？不，这倒无法，这倒无法啊。
原来是一只猪肉烟肠，丢在这红梅树下。枝杈红梅，红梅枝杈。哎呀，莫非小姐她有心？是吗？哦，一个谁他有意，一个玩他有情哦。本无伤，腾龙当先赛马郎，今日从礼部稍微凤凰，心中觉得满是惭愧。咦，女儿，今天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啊？咦，弟弟，你今日为什么也这样高兴啊？你先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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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哦，为吾先讲，为吾先讲。这在去往礼部无当，不为儿想成为丧子放灵方，昔闻清苦的亏人，自以为离去家舍的少年郎，为民礼部下于人，从今日皆须先被我抬我
以八方才子举一面，又可以当面离婚遭东房，这真是啊情在了的现得月成龙九旋他当元郎常元，女儿不嫁。哦，你连当元郎都不嫁，那你究竟要嫁怎样的人啊？哼，我呀，我要他我最真心天团圆，我要他暖儿起给真心情，我要他人长风才是真品，事事无惧必坦诚。这样的人你找到了？找到了。在哪里呀？哪？心心密密不见他，情牵一裳念着他，朝思暮想观察他。如今我一见钟情找到他，再不能像风儿莺儿放飞他。弟弟呀，心愿情愿理解他，我要你10万呼气声。我问你，他是谁？谁是他？哦，弟弟，他姓李，名叶，是群女，是大名鼎鼎龙溪才子李十郎。李十郎，李十郎，李九女，李九女，龙溪才子李爷。哎呀，弟弟，你，想不到不幸而行一两心，一中郎见你是一公神人，这真是美貌良缘巧中人，今日身上天作儿啊，别说的那个张元郎就是你说的那个他哦。小郎中张元郎。儿啊，你来看。叶切一名上元龙溪在子里耶。啊，弟弟是他，果然是他。禀太尉，门外有一龙溪在此求见。啊，弟弟，他来
来了，他来了！好好好，快快有请，快快有请！谁出礼品开豪门，按照关键传大信。若生礼仪，哎呀，孤算是礼仪啊！哈哈哈！好好好，请坐，请坐。多谢太尉。我被卡人，我被卡人了！又是你趟哪里穿？哦，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就问谁之大名，今日来访，今日来访，乃奉家父之命。哦，领真大人乃是家父的表弟的舅兄，乃当年太尉麾下传军。是此时来，你我两家本来求援。是啊，所以家父要我登门，一来拜候太尉，二来嘛，想问问金库取日。哈哈哈哈！金库取日，恭喜你得中头名状元。我中状元啊！太尉，这不会弄错吗？错不了，错不了。哎呀，这莫非是苍天保佑？苍天保佑，主了，他不知名字了。苍天保佑！你究竟是谁？我嘛，乃辛苦长远为下卿。大胆！你既是为下卿，应我冒名礼业。我没有冒名礼业啊！方才你进门就是称有胜礼仪。哎呀，我一进门就是有胜礼仪保证太尉听错了，不行，哎，请快明天再吃。太尉，小犬为下卿。是啊，哎呀！是老夫我为困明天，差点误了儿的终身啊！太尉，我是辛苦长远，辛苦长远，那是龙溪来之礼也。你为下卿嘛，榜上无名。师兄告终长进吧，东昌路怕为故乡。慢，与礼也那是东昌，东昌生业，惊动谁走？今此老夫倒有一事相托，为太尉要劳，有生愿赴汤蹈火。好，老夫爱惜应在，又找那礼仪为师，你基于礼仪东昌，想请你做个严正的美偶，你应是不应啊？想你也已互相有一见钟情，我才做了这个美妻妃呀！哎，我这个美这是做上了，对色郎是锦上添花，对我下去这是谁知逢生，这一见上吊何乐不为？本太尉这个严惩他们，下卿当成不娘。好，此人之恶应当重赏，送上倒不管他，这是有生之敬方长覆灭。这个好吧，老夫就去给你买一个神情。不谢太尉。
怎么又是此话了？早闻你风尘故女三十情，到今年残无恼不王生公子去家里，从来不在亲眼里。我与你一见钟情比岸山，是心有灵犀，心有空中是你。因此你才才比情谊，我也是色彩还彩不儿戏。听一见真心可贵，只因情。愿你我生教自己莫相依。黄尘我空头瓦帐，心思你今日里同心里实真昨暖儿见过多少，冰心从你能有几？茫茫人海天地间，知心实意真难记。谢郎君有生茶一杯，空茶心无惜自己。谢郎君临香喜悦无所依，不将门里冷高低。郎君啊，他只怕一朝曾经红颜老，十岁恩子情为义，喜欢自己
快做彩头上飞燕，彩在身在心永恒，做一对相依相伴同命娘。不行，小弟公子。我与你家小姐以资财为证，结为夫妻。从今以后，你对我的称呼也要改一改才是哦。是该改一改才是。恭喜姑爷，恭喜姑爷！皇上，快去准备花烛酒宴。小姐去年都备好了，你要花烛做什么呀？皇上。是蔡兄，你是何时进来的？我妈早就来了，只是我料定你山高山大，有连温水乡，故而我只好等在外乡，此时不管进来报喜哦。报喜？蔡兄，这喜从何来？龙喜立业得中第一名进士，预备钦定长远节地。我们今课不中，却得下课，下课嘛！蔡兄，快请上座，来小妞亲自下旨，你们兄弟同饮几杯。弟妹，蔡兄。今日看着这花烛喜脉，愚兄有句不中听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蔡兄有话，尽说无妨。相从古以来，大丈夫一种节义，长一生纪念；女儿家一岁争吵，既也是庸俗。
我看那小妞却非寻常女子，你可要爱花惜花，更要无花哦。多谢才兄金玉良言啊！向十郎既是真心愿做无花之身，是当终生不忘摘花之道啊！归见永哭救儿媳，好一个归见永哭救儿媳，这才是我的好眼力呀！师兄，来，哎呀，师兄，你怎么晚在这里？你不有令这种金子在，你就先去太尉府拜客。师兄，夸随我走吧。不，愚兄我去不得呀！去不得也要去。师兄，太尉还有件要紧事要去告师兄呢。这要紧也比不动我今日听亲要紧啊！是啊。哎呀，爷爷，你没有看见这西的花座吗？李郎，我一杯好酒意。好，来，我们请二位仁兄同饮善终啊！哎呀，你为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拜过新嫂嫂？哎呀，去呀！弟弟，快请上座啊！为派明天上高阶，我郎天香郎开。五位公子来了，快请他魏小姐正在堂上等着你。少儿，堂上坐着的那位千金，难道是有这里家叶云小姐？真是奇怪。这位叶云小姐怎么与何小女长得如此相像？太尉，太尉，下卿，弟亲自办的时候，有生受命弟亲，不想你也进一口为情。为着亲事到晚罢了，他不该口出狂言，轻挫小姐呀！怎么了？你的忠心啊，听我的情话对呀，说什么将门之女多满，还金瓜问金少，扛着他这万公与大道，长远好啊你！想不到你竟是此狂妄无礼的，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来啊，当到吏部衙门！太尉，太尉！请问他
又何传君？害得我金榜题名才三朝求签，怕我千里迎，害得我才见连理苍凉怪不正回家一起去死阳高到十年还长为公民才得公心宽这真是素在不知官长闲，书生毕竟太天真，太天真。李川进太尉，李长元不，李川军当上不照面，马上来相见。我问你是有悔无悔？李爷做事从来32应，无需有悔，可此去所必迢迢千里。这番长官遥遥无期，你可要三思啊！这三思，派我李爷所逼，本是为谁不利？恨书生无有为天之力，想了又有何用啊？不，你想仔细了，说不定上有转机呀！转机？哎，好运不逢该日忙，反而赢在风儿帮。只要你从此不再恋秋园，留人长安。张可玩，只要你使我临在人无意，想助你日上云霄也不能
的姿态，身高有子木墙面，恳请太尉休为难。李爷李爷，我实话告诉你，这位老夫也是一个爱才惜才之人。像你这样不识时务的书生，我连一句话都不要与你多讲。只是小女言语，莫你在话，爱你生平，对你忠情至此，我在亲自前来拦马相见。对你尽最后一言，你就是快着老夫不顾老脸当面恳请，难道你也无动于衷，也走了之吧？难得鲁父亲近心生一送，这是杀郎以心女所托，万难再给初衷，恳请太尉与小姐见谅。李爷呀，李爷！难道在你眼里，一个谁貌上见的堂堂千金，真的不及一个却放孤女吗？请示杀郎宽重心意，亲人门第，不怕今日一杯勇囊相见，甚至动情死着同决。你
为找夏青与兄来治疗。小弟能见到蔡兄就好。蔡兄不知夏青他，夏青他新任长恩之父，实是公务繁忙，不来送银两。好，不送也好。哼，何况他是没有脸来见你了。蔡兄，娘子，蔡兄外在不女家境贫寒，杀郎之后，还望娘子多加关照。随出万顺，送兄晚下。不，愚兄暂时不想为龙西凉，却是为何？我想留在长安照料弟妹，直至夜里的平安归来。蔡兄，请随我们夫妻一把。哎呀，你也没快快请起呀！李川军，鲁太尉命我将率领3个人马护送川军，请你即刻启程。哎呀，爷妹，你们有话就快讲吧。皇上，长于千万女，有生以内无以内无。北京愿当娘子为我送娘子我今清楚也清楚
万里娘子身，但愿他有情面在报你。时日不早，请李川军即刻启程。纵有称赞经，早晚途经事。贼令非解言淫语，有恋立业单相思。3年成而不作家，真以他天生有病。是花痴，是花痴。没来我，猜我想法子，答应是人份，家官在上身。来呀，当报深夜房。是。故意，他正要伪装让我，可他身上衣衫斑驳，冻得浑身当作小姐，这都是像故意想出来的。皇上，快将李让的棉衣去拿来，我要赶紧为他缝制好了。哎呀，小姐，你年年缝寒衣，又有何用啊？有用的，你快去拿呀！
什么兵部吕布不闻兵，下落茫然不透风，为什么才兄奔波金刚殿，四次多女人面孔，为什么为救十郎把边容好情家子心无用，看起来愿为辈儿长先兄安中定于谁差中，若不是十郎才家造成绩，莫不是不随流入司马用，莫不是饥饿之人被安爽，莫不是病死这一生穷。我心十郎生死手，生死今生俱中用，终终是离家远去，对不得落花流水难再红，贫家母亲亲不明是朝路，世事人也冤，也在自人对郎君。小姐，皇上，蔡兄已有多日未见，你快去领粮，先去探望。小姐，你看，当年张金张宁的水手，如今只剩几寸青鞋了，拿什么去探望呀？晚上，稍等曹先生。是蔡相公来了，蔡兄，弟妹，啊，这是我山上采来的草药，喏，这是黄芪，这是当归。晚上快进爷，这里小姐补补身子吧。哎呀，蔡相公，啊，你的衣服怎么都被撕烂了？嘿，生啊之物不足为道，快去吧。蔡兄为我如此操心，小女说是感激不尽。哎呀，弟妹是哪里话嘞？想我蔡永明这几年若不是你弟妹又有相机，只怕我早就东吴长街做游魂也归了。蔡兄是哪里话嘞？小女说蔡兄虚我冷落，只怕这秋望门前的野草早就长到我眼上了。蔡兄，快请坐。哎，请。蔡兄，快将这衣裳换了。不，这是十郎的名义，不
不可啊！哎呀，蔡相公，我这小姐一片好心，你就不必推辞了。这是小姐为姑爷做的免衣呀，已经放在好之间了。此次用命归零了。蔡兄啊，蔡兄，蔡相公，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蔡兄，王三，小姐，今天早上只烧了2碗米粥，早日。蔡兄啊，这里我有几串青钱，你先拿回去安排坐吧。我弟妹，有没今日不是为茶饭而来？蔡兄，莫非有什么为难之事吗？我难以启齿。哎，蔡兄有啥郎内有兄弟之义，有望办事无妨。这弟妹，弟妹。你何才三朝七日长节在，待弟妹关照不多半天来，等到长平南昌府是这样常年也归要借多少分银？用你请教过山上一农，实质上也有300两啊！300两，他更是狮子大开口了啊！小姐，实有为难，用命就不勉强，我另想办法。妈，蔡兄，你实不敬畏，请将这只牛菜拿去卖了。不，这是老与你的天性之道，你买不得，你买不得呀！蔡兄。真是坎坷道上哎，人生无味
人间情真才贵。全国民情不安要，西风面前是京场，金弟妹穿透曾经苦中啊，来了兄为10月老尼姑将这紫菜买了，再将剩不了银子与他送去。小心，我曾听老尼姑说过，这个紫菜至少要值1000两银子，就是要买，只怕一般人家也买不起呀。哎，你告诉老尼姑，虽说新娘一点价钱，也要说不将它买了，快去吧。哎呀，谁呀？万煞姑娘。啊，原来是升了官得了财的魏公子魏大生，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呀？天意安排，天助你家
是何意？何意？你手中这紫茶，只有我才能替你找个好买主啊！这个紫茶用不用让你做忠臣，还要分个小姐才是。万问什么？像我与你家姑爷没有相同长同空之意，看在你家小姐有借用，我能不帮这个忙吗？这话对你说，方才你们讲的话我都听见了。这是紫茶嘛，我就差1000两买下了。1000两？收拾郎回来，需要1个元价税。1块元价税？怎么样？我这样做根本有交情了吧？这交情具体时候啊，我要等着一岁交钱，一岁交货。看不这小丫头玩真机灵。好，喏，这是2张500两的银票，这下总该放心了吧？喏，来了个好价钱，快报与小姐吃它好啊！小姐，小姐。为金娃万众尽送还不下，一马轻骑为您唱，来这一次李传君迎上。合欢去，西征阳关屯长旅，从此夜夜明月照心事，思乡思女送
的夫人托生来，山在平原地里人消瘦，最牵挂红飞燕去小戏团，魂牵梦萦他平安飞。愿只愿真心不怕山海无缘，天暖地薄两相随。老爷分地到尽头，老爷分地到尽头。此际我母的梦调会长安。是心万事神郎有心匆匆才当下，不与我一人真心桃双眼双泪花，
间得了个他一梦魂难编长，如今天灵有情人，可叫我奶奶寂寞已经比家，因我有因何自差地为我与灵法，愿此意命得成功来上归，愿年运一天自恋能将他心地坚冰来用
位。娘子，你是怎么来的？娘子，看你这身打扮，你已经要为骑马了。娘子，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的？哎呀，娘子，你怎么一句话李传君，怎么？难道你不是小友？他真的不是小友，他真的不是小友。那你是谁？你是谁？你头上的紫纱究竟是怎么样回事？究竟是怎么样回事？传君，你先不要着急，你且仔细看看苦完身等我嘛。啊！你原来就是那武力广盛、白衣少年。那白衣少年就是我，我还是陆太尉之女燕云小姐。我真的搞不懂李传君。匆匆杨梅生梅离了香，先进几枝菜，老弟弟将出姻缘谁不给？因我身宽君去也无奈，3年之中才有回，有心事情真为，难得他1年未把初中改，2年未将秋放开，3年平平万间手，几万交臂苦中原以为小有竞争宽进退，我真想得成必在把车退，谁知晓王同从今终须嫁他终于没了姿态领导比你心不，这些题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啦！这些话都是你们别来骗我的，骗我的啦！你听我小友，你在哪里？小友，你在哪里？不要这样，小友，不要，小友。算了，看着你死死背痛，我也真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今他不计前门，不念究竟，起了新闻，假了新政，上上渐渐，渐渐上上，是由这姿态为凭，姿态为证。生之动情，
这同月的门市你难道真的忘了我也是口中含笑自等待，总以为你是越过冰心一姊妹，定然为顶风冒险名成贵，总以为胡少不怕真金子，刀砍不断长流水，谁料想我他们飞动也归来，你却一人一把去烧毁，到如今才为团是心里李传君，事已至此，不必伤悲。像那何小女本是俏芳女子，你亦何必为那段紫菜情缘负了一生见证？众人杀到真生子，生死风波一言无奈。叹世人错也难量将黑心，我心愿喷彩一世。寻心别此夜两黑，说，小弟，小弟，来了。三郎，向燕云虽贵为太尉之女，可是有生母早亡，却爱少痛。父亲虽对我百依百顺，可女儿家的心事，他又能理解几分？几年来，有多少官家子弟求亲上门，可燕云恰中无一个实言上心。必有与你并重邂逅，我在有生以来第一次
动了真心。只因为知道你心中依然有他，我才把火一样的真情苦苦压下，怀着一丝希望，苦足3年，等着你，也等着他。事情是他父亲父你离你而去，我在全的地跳，你为请我在一马轻骑引人3把你亲自管来迎亲。李公子啊，李公子，这些你难道真的还不明白？还你宽情吗？何大何才，关梦小姐是仇恨。咋了？哎呀，小姐，是不是觉得我可怜？不，小姐真心待我，实乃关节在心，实是可怜。那小女才真是可怜。算了，我求求你从今夜再不要你小女了，好不好？我非我所为，我最想的是小女，最不放心的也是小女。算了，小姐，看在你对我的信任，我也求你稍晚告诉我，小女她现在究竟在哪里？小女心下的丈夫心上明白，他对小女可好了？你不要问了，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小女她的子女才爹妹结了韦夏亲，她已经别家的消息也是由韦夏亲传来的。韦夏亲又是他是今一生私品道的。哼，郑文章从来不知假面目专情奉诏，凭他的身官之道，此人之言不足为信。那是个小女真的为你，啥是小女为我也就不为他。小姐，请小姐千万不要再来逼我。父亲传军前为长安，那韦夏卿传来之言，苦心欲废，便因查明真相，死于万倍。他刚刚睡着。哎呀，我有急事要找他呀！我也急事要找你。什么事？近来小弟病房好，在自小病母在要母早，昨夜三更门外响，苍经过把一少年来举要掉。
得到，只要小心一声诺，原先半两黄金来上交，他不是小姐临尊真气高，真不知他还要是我来洗脑。岂有此理！我有你，方才晚上起了个早，正月向子宫去举高，才知晓他弄里出蹊跷，门梦中一份红皮金光耀。我也打算有水道一问，怎么两份红皮一模一样？等我快来。李十郎归长安招贼路夫，也有女得资财贵中张路。太尉府今夜晚同往花座，问小女管不管前来恭候。呀，这就蹊跷了。两份红帖不但笔迹相同，而且前三句字字不差，只有这第四句稍有不同。我不懂。你看，你这本是问小女管不管前来恭候，我这本是钦差兄陪小女同来恭候。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家小姐她是何人得了？这等我把请帖烧了。买，我倒要指着这份请帖，去为一为这个违心的李英死了。太兄，弟妹，小女与你一同前往。弟妹，你我相信啥啦？始终相信我自己。我到鲁府为的是束缚。当年见别杀郎去关外的是鲁府，此今当然要招在杀郎的又是鲁府，这其中未必人情之意，岂比刀若实际了吗？哎呀，弟妹，不瞒你说，那鲁府3年前就叫为下卿师妹，其强别招亲之意，当初杀郎自始不忠，只有那北边撤官之事哦。唉，既有这段闲话，太兄，那我们更应是贴心哇！哎呀，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傻女子，你们放心，傻女子人生得了。好，弟妹有此胆识，我才用命保家昌西道，终身在国在书不是。多谢太兄，弟妹。红烛摇彩灯夜，我要继续。十郎不有情缘，心大理在而已，落落如草，金白当5年客，同情团圆，下卿今日有一日相聚，何事？想和小女虽无了立业，可立业事国敬重。小姐要我立即安排拜当成亲，我怕这个丸子转得太急了你。什么急了慢了？你不是说一切都包在你的身上吗？哎，包，就是为了这个包，
我在想求你太尉允许我借用一下您老的堂位。这是败党，又不是升党，何用堂位呀？有了太尉的当位，你也就不管不安分，只要背过到收拾公房，生意自然所办，就不怕你也再搞什么名堂了。太尉，今天这个暑假可不能不足啊！好吧，事已至此，一切你都看着吧。多谢太尉。慢，再有差错，那你自问。来呀，国家机密，我先忙查档。你们有个方式，哼，真是岂有此理！会上我远近所望，目的有别做新郎。神灵机关都算尽，要学万事梦想多。李三郎，还在了东堂中下东苦尽，苦口不行，再把两眼睛。如他为陈义选你做成阿龙，你若怕上月有节正好把神经。何况小有一个家，你人力人长去心啊人，切莫要盯着这句不自从，放上我毛不就情。你是小女一个家，这是你心口吃黄不，这是千头万确，绝无欺诈。既无欺诈，那你为何不许我去生一房？既无欺诈，你又为何将我这个新郎当作酒碗？想的都是为你好嘛，为我好？说什么若怕上元真精神，说什么顺理成章做新郎。你可知从来修在前文章，是9分做人，1分作文，古今一样。我理一君子实事不设想，行义无价之文良。一副傲骨铁铮铮，绝不为柔心一气上天亮。你没有求用之心间，早摆下国民所理不专长，是非害别心不老，小人得志便猖狂。在当上你家是辈，手段冷长，骨子里为势力，没不鸳鸯。莫看你金堂木，碰得震天下，我问你，究竟还有几分神秘？你天亮不要走！李存君，李长远，直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怪老夫做事有所不准。不过老夫毕竟是民众造业的当太尉，今天就算请你帮一次忙，你也给请我下得了台吧。太尉，向着茫茫中原，地灵神境，恢复前进，何罪找不到指引？哎呀，可他非你理义不讲，我有什么办法？我看英明小姐不像是个不通情理之人，那你自己去问他。是吗？今的之日，看来只有小贼说了算了。来呀，有请燕云小贼。小姐，燕云小姐，
小姐呀，这世上将有的寡而不迭，将来的夫君不亲，这我想小姐心中早已明白。就小姐高抬贵手，曾经我与小女吧。可小姐根本不理他这一套，真是个书呆子。哎呀，直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倒是什么呀？快，把小姐气成这个样子！太贵了，一不做二不休，坏蛋！莫非是何小鸟来了？快被我轰了出去！来过去了，已经进来了。我不拦着他，他是有龙族倾听，我不管拦他。什么？是叶云的笔记？哎呀，这都乱套了啊！太尉放心，一个缺乏宫女下去自有办法对付。来呀，本当自狠！小牛，你私藏太尉府，该当何罪？四天而今，因有而来，何罪自由？哼，一个低贱妇女藏着豪门，你不觉得寒碜？行府上门，堂堂正正，何为寒碜？哎呀，他怎么长得与我云儿是死相样啊？你私称幸福，谁是你的丈夫？龙喜李日郎，何人为媒？何方为真？猜兄为媒，子猜为真。既有子猜为真，拿来验证。他已穷困，以弟妹敬你。哈哈哈哈哈哈！何小女，你既卖了性物，就等于泄了原本，所以你那三郎抛弃了你，遭罪入府，这不是很公平的买卖吗？三郎是个知人君子，他不会做这种买卖。何小女，你凭什么自私坚信李三郎不会将你抛弃？平三郎与我心心相印，有学士为门哼，纵有学士为门，也难保他不在风雨当中蒙藏作戏吧？是啊，他是真的问我，也是比当面说清，否则小女自死不信。哎呀，他的讲脾气倒真不亚于我云儿啊！何小女，难得你真经不假，平毛朝廷，老夫我有一生你的家产了掐事情，你看是何啊？
人，不了王爷把兵马，所请司礼加参奏，娘亲出身位，被做出府门，神明之不平，我姑姑救神。他娇儿曾在心系而亲，我的丈母求帮应生，经历了这归期用苦病相依，思若泪无声，有多少皇孙公子去家里，有多少大官贵人心情，把我以为当西风，我万千许那风一程，一月十郎相见神教子小勇，只怕你奸了杀郎，他
也不会相成于你呀。只要李爷当面说清，何小女不再示弱，立即下堂。这是李爷吃罪了。那谁有请殷小姐上堂？他上堂有何用啊？我是有话要对他说说。太尉，让他经过小姐死亏不是立即滚蛋，一无不可。好吧，有请燕云小姐。儿啊，是你写下书信，请来了却放孤女或小女，如今她要与你争夺丈夫，你困是何辞之啊？哎呀，小弟现在就听你一句话了，你快说话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多吃了几杯酒，我怎么醉上了？小姐命我办的事，我没有办好你。小弟帮你何事？小姐命我蒙起红盖头，扮成新娘，行刑正直，等我小姐一上当，就把这一次书信赠送给大家。喏，这第一封信是给花小姐的。文静婆娘真入家，上有红绳二月花。依云不是无人女，万年小女就是家。蔡兄，你看爷，这第二封信是小姐留给你的。哦，好呀。一卷将混男混爱，人间自有真情者。人见小女为杰者，整个国女好下台。哎呀，让我称她做女儿，但是啊，我明着宾客的请帖已经发出，我咋不认她做女儿？这又叫我自我下得了台呀！太尉，下去。或小女，难得你与我云儿长得如此像样，老夫我有意认你做女儿，再将你许于十郎，你看如何啊？这里还有一封信里。哦，这第三封信是小姐留给李十郎、李公子的。好，有请李上元，有请李上元。小女死了，小女死了，小女，你真是我的小女，真是为妻奉心，公子茶是小姐留给你的。与君一段缘，胜过10年数。生生之力行为会，这面晨光自有出